Hello，各位 YouTuber，歡迎收睇第20集嘅新的巴士路線。今集咧就講下呢個 270D， 咁呢就由呢個粉嶺嘅聯和墟去到深水埗港鐵站嘅。咁呢就由聯和墟經天平村，跟住仲有清河村，跟住再經過青沙公路轉車站，跟住再經荔枝角、長沙灣、深水埗嘅，沿途會經過3個港鐵站嘅。咁呢，就早上全新聯和墟特快線，早上特快往荔枝角、深水埗啦嚇。咁呢，就由清河村往荔枝角只需約50分鐘，視乎交通情況而定。咁呢，全程收費14.8，過咗青沙公路之後6.4，咁呢就會經過聯和墟灣鳳南啦，呢個海生廣場啦，粉嶺鐵路站、黃虎山天平總站、清河村總站，跟住經過青沙公路轉車站，直達市區嘅。咁就經過碧海藍天、長沙灣光昌街、長沙灣興華街、元洲村九江街、深水埗欽州街嘅總站就喺冇錯啦。咁呢就喺星期1至5嘅7時25分開出一班車嘅。咁呢就轉呢啲路線呢，就唔使錢嘅，免費嘅，冇錯啦。好啊，今日講住咁多先啦，大家記住有 YouTube channel。